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12章27到26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12章20到26节。好啊，本圣经第146页，其他的版本请咱看荧幕。第20节，当这期上来敬拜的，中间有几若个希利尼人，因就近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求伊讲：先生啊，阮爱见耶稣。腓力来甲安德烈讲，安德烈甲腓力来甲耶稣讲，耶稣应讲：人子得到黄金的时到啦。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马无落伫地里来死，就有缘一粒；那领死就结实济济。听家己的性命的，就爽死伊；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保伊到永远。26节，人若服侍我，就着缀我所伫地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重伊。以上，即时要请黄克修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放杀家己，放杀家己。杨牧师离玉山新人院教册要将近30年，然后去到总会做总干事。咱即时请杨牧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咱的周报。今仔日是咱的妇女主日。咱知耶稣的时代，的妇女的社会地位真低，受真侪压迫，总是伫耶稣伫传道的时阵。真支持耶稣的工作，伫背后甲耶稣做伴的，嘛是遮的妇女。今仔日虽然是妇女的人权加真进步，总是要求妇女无应该受遐尼看轻和分别。伫台湾要是真好，总是真侪世界真侪国家，伊妇女的地位也是真悬，咱会当。伫信仰的内底，尊重妇女，这是一项真要紧的代志。真欢喜咱的妇女的献诗，希望咱的教会的妇女会加做咱的教会真要紧背后一个真大的气力来支持宣教的工作。今仔日嘛是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我受托来到这个所在，替学校。院长甲师生甲大家请安，真多谢咱为这间学校旧年的大导甲恁的奉献，几岁为着台南新人院旧年奉献约110万块，学校真感谢，希望咱对学校的支持奉献，今年嘛会当安尼继续。学校现在当时已经有通过。已经有新的院长的人选，王忠尧牧师要正做台南新人院的院长。希望伫新的院长的下面，这间学校有一个新的意向、新的开始。这间学校已经创设以来有136年的历史，培育真侪传教者做宣教的工作，服务教会，也服务社会。对台湾的社会有真大一个影响。希望这间学校会当经过兄弟姊妹的大力的支持，会当伫宣教上贡献台湾的教会甲社会。咱就爱较详细看学校的消息，学校有寄这个医信伫咱的教会，请咱欢迎咱来关心。伫即个南神的纪念主日，我会当遮甲大家相合做伙
来敬拜上帝，感觉真欢喜。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开阮的目睭，互阮会看见你的荣光；开阮的心，互阮会明白真理，因带阮行永远我的路。靠主的名，阿门。照教会历来讲，今仔日是叫做大灾期的第3主日。早期的教会为着要纪念耶稣受难甲复活，伫复活节前40日，因就开始准备因的心，伫遐敬食、祈祷，用真谨慎的生活来要纪念耶稣要来这个复活节。耶稣的受难、死甲复活是福音的重心。信徒应该用心来纪念。毋过，咱今仔日的教会，真侪教会出力伫庆祝耶稣的圣诞，虽然是真欢喜、真好的事，总是咱较无咧用心孝念耶稣受难甲伊的复活，这是通互咱通深思、佮反省的一件事。咱通过早起所读这个圣经节，希望这个信息，互咱会当可来思考耶稣对人的生命的认知、伊的教导，甲伊本身的一个典范。约翰福音12章20节，这段圣经是咧记载耶稣最后一礼拜到伫耶路撒冷的时，有寡希腊人是讲希腊人。想要来见耶稣的一个故事，有几来个希腊人通过腓力、安提勒爱看耶稣，爱甲耶稣讲话。耶稣伫过去3年的公生涯中，伊关心拢是用伫遐犹太人的兄弟姊妹当中，伫传天国的福音。伊对伊学生嘛安尼教示讲，无到犹太人以外地区宣扬外邦人的路，恁毋通行；撒玛利亚人的城，恁毋通入。宁可到以色列失迷羊去遐传道。耶稣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敢若是讲犹太人才会当得到上帝救恩。耶稣毋是安尼，耶稣知影伊伫世间的日子只有3年久真短，伊嘛知伊甲学生做伙的时间无久，伊的一个宣教的策略，望这学生集中因的精神、气力，对因的兄弟姊妹大声宣教，后来爱将这个福音宣教到全世界。咱对以后耶稣的教示，也是教会所做的代志，咱知耶稣的福音为着全世界的人来有待准备。耶稣是为着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所以耶稣要从定十字架以前无偌久，这希腊人来找耶稣的时阵，耶稣伊讲一句安尼讲人子得到荣耀的时阵到了，人子要得到荣耀的时阵到。对教会历史来看，耶稣的福音通过希腊文化传到伫全世界。新约圣经嘛是用希腊文所写。耶稣是希伯来人，因讲的话是属于希伯来话，总是希伯来文化，成做耶稣宣教一个真要紧的工具。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准备，通讲是一个真奇妙。通过咱在座大家这短短一段圣经，咱通发现耶稣用伊的生涯来对咱讲一个真要紧的真理，就是咱的生命的奥秘，甲生命的意义是甚物？约翰12章23节安尼讲，真主得到荣光的时阵到了。
耶稣你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人子是什么人？在新约圣经的人子，当然是你讲耶稣本身。总是在耶稣时代，犹太人伊若听起人子，要有一个无共的人子。咱读看但以理书7章13节，要你讲起一个人子，人的囝，有一日伊要坐天的云来，要得到官兵、荣光、国度。这位人子是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拢要服侍伊。伊的统治永远伫地，伊的主权永远无穷尽。但以理书你讲的一个人子，是一个犹太人你期待一个弥赛亚的救世主。这位弥赛亚有超人的能力，将伊的敌人要甲伊拍灭，一个拯救者，有一个有权力、有权柄的人所仰望的一个救世主。这款的救世主是满有荣耀荣光的人所仰望的一个救主。总是耶稣嘴中你讲的人子，跟犹太人所想的这个人子完全是相反。因为伊不但这个人子不但无法度将伊的敌人甲伊拍倒，伊反倒互伊的敌人掠去，互伊处死伫迄个十字架顶，是当时人类历史中最痛苦、最见效的一个刑罚。耶稣的死，对当时的人来看，绝对毋是一款的荣光，毋是一款的力量的显现。总是对咱的主来讲，迄个是人子得到荣光的时阵。我爱咱大家用心来想，耶稣都讲这款的义理，表面上看起来哪真就无理，总是伫迄个内底有包含真深的真理。耶稣嘴中你讲的人子，互咱想起咱头拄所读的经文，以赛亚53章所咧讲迄个受苦的罗卜。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话内底，迄个受苦的罗卜来到这个世间，互人看见人无尊重伊，伊亲像羊，互人看甲去受害的所在。咱若详细读约翰福音的时阵，咱常常读到人子的时阵，约翰将这个人子甲耶稣的死连做伙来讲。一般人认为讲死就是真通惊吓的失败，是见效。约翰却对人讲起，迄个就是人子荣光的事，因为上帝要通过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死，来完成上帝伟大的一个计划。对安尼，咱再进一步来想耶稣第12章所讲一句真，咱大家拢真熟的话，是来马若无落伫地里来死，犹原一粒若定，总是若死会结实结实。耶稣讲一句话，表面上看起来，那就是一个真简单的自明的一个真理，是马若死去会结实结实，这是自然的现象。总是这句话，其他是感动人，摇动人的心，是因为这句话是耶稣的嘴所讲的话。耶稣伊用伊的生涯，伊用伊的生命所实践出来的一个真理。耶稣伫这里讲起人的生命的奥秘，甲迄个意义是甚么？上帝想出咱每一个人拢有生命。上帝嘛，想出咱每一个人有一个本能，就是要照顾、保护家己的生命。囡仔若枵，伊会哭；人若有危险，伊就会着想。人读册、打拼做工，目的嘛是要趁钱，会当来养治家己，来保护家己，
互伊家己得到安全感。这是上帝所予人的本能。上帝予人的本能本身并不是歹，总是咱要安怎用人的本能，诚做道德，诚做信仰，这个真大的功课。当咱做一个囡仔的时阵，当咱要细汉的时阵，咱无法度靠家己来活，咱需要父母，咱需要兄弟姊妹，需要亲情，需要朋友，需要老师，需要医生，需要社会的帮衬，咱才有可能成人，会当成做一个自立的人。总是当咱经过这个所谓接受的人生了后，咱要开始另外一段无同的人生。迄款的人生，毋是干那对别人来替人生，迄款的人生就是你摕了后，你家己爱自立、爱独立，你家己爱付出、爱去帮助人。对迄个接受的人生，你爱进入伫迄个付出的一个人生。耶稣伊咧讲起的，敢毋是迄个马仔的譬如，迄个道理，敢毋是安尼？一个马仔会当讲到一个马仔，是因为过去迄种母虫成长吸收一个营养分，有日头的光照伊，伊才有法度结实，成做一只马仔。成做一只马仔了后，伊的生命是要创什么？伊的生命的目的就是要落土，要成做另外一种的生命，结出一个更较侪的生命。这敢是生命一个真要紧的真理。人若毋袂记得这个生命的这个奥秘、这个意义，人就是糟蹋伊家己的生命，浪费伊家己的生命。虽然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真清楚的真理，总是人伫这个世间常常袂记得人第二个阶段。人永远无论到真济岁。无论到会晓趁钱独立，伊要求所想的，就是伊家己的世界。伊家己会感觉真无安全感，所以伊继续会晓趁愈侪的钱，积愈侪的物质，伊才会感觉伊真安全。伊毋若感觉物质、金钱的需要，伊会感觉讲人需要精神上别人的肯定、别人的尊重。人要安怎互别人尊重？伊需要有真侪款的条件，所以人追求名誉，人追求地位，人追求权力，追求影响力，人追求这个代志，目的是要创什么？目的爱人尊重伊，互伊知影讲伊伫世间是有地位的人，是一个安全的人。人所伫仰望的，就是仰望会当保守这个自我，这个家己，互伊会感觉。伊到伫这个世间真安全，因为这款的想法，伫这个世间人甲人的中间就有竞争，这款的竞争常常叫做斗争，斗争成做一个更较大的战争，变做你死我活，这款一个真歹看的纷争。咱的世间今仔日所看的一个问题，毋是出自这款的人的心理，有时咱想讲，只有无信上帝这外口的人，才有这款真正毋好看的代志。总是咱来看咱的教会历史，看咱今仔日的教会内部，有时咱会发现到，基督徒嘛是小相，无法度离开这款的自我的世界这款的想法。伊的想法嘛是真自我中心。干那咧想家己，想要保存家己，爱互别人尊重来着。耶稣甲咱讲，一个马就爱放杀家己，这款的价值，对伫咱犹原是一个真非常大的挑战。耶稣捌对伊的门徒安尼讲起，人若要对我，就爱看无家己，就爱放杀家己，这款的话，因为你。若想要得到家己的生命，你反正会失落家己的生命。你若要放杀家己的生命，你就要得到家己的生命。像一个马的这款的真理，
耶稣一摆搁一摆对伊个学生讲，耶稣爱咱学习安怎样放下伫即个旧的自我，将即个旧的家己顶伫迄个十字架顶，成做一个新的画面来对峙。这就是非常真大的挑战甲要求。世间人，什么人无要疼惜家己？什么人无为着家己打算？什么人毋是自私？什么人毋是自我中心？人安尼做，毋是因为人无够通用，因为毋是上帝无够祝福咱，是因为人感觉伊比别个人搁较少，毋是欠缺，是因为你甲别人比较，比别人较少，所以你继续为着家己安尼努力，关于伫家己的世界来咧拍拼。人的心内有真侪惊吓，即个惊吓真惊别个人无咧尊重伊，别个人无看重伊，真惊你本身或即个社会或即个世界，甲你固守伫迄个外口的内底。耶稣讲，即款的心理，要追求即个世界的物质，即个名声，来要得到安全的即个想法。毋是上帝的意思。耶稣把安尼教示讲，爱闪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伊所拥有。人得到全世界，若丧失伊真正的生命，敢有甚物款的利益？人不在于拥有偌济，伫上帝眼中，人不在你有偌济财产。偌济金钱，你有偌济权力？上帝所爱是人付出偌济，人不在于你有偌济得到上帝祝福，是上要紧的，是去你有付出偌济去祝福别个人，你祝福别个人，放杀家己，事实毋是你浪费家己的生命。放杀家己，反正是要解救人的生命。耶稣是用家己的生命，你讲出这个一个要紧的真理。耶稣你讲这个生命的中心，用圣经的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疼的一个生命。人的生命的所以真宝贵，是因为人会知影疼是甚物，会知影。爱实践这个疼，人才有真正的福气。约翰3章16节是咱大家真熟的一个金句。上帝疼世间，将伊独生的囝赏赐这个世间。上帝疼世间，将伊独一的囝，将伊上宝贝、袂当比的这个宝贝的囝赏赐这个世间。因为圣经，真侪人知影讲即句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上帝遐尼疼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疼就是付出互人。上帝安尼疼世间，伊将伊上好的付出赐互人。上帝互家己即个囝耶稣来到即个世间，受真人的侮辱。承受无比的痛苦，可以行到迄款的地步，用安尼，上帝讲，我犹原疼恁，犹原毋望恁倒转来。罗马书5章8节，保罗敢毋是安尼讲？为着义人死的恶得有，为着好人死的减灾有人讲，就是上帝显明伊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过做罪人的时阵，基督替咱死，所以受咱，你讲起上帝迄个奥妙，袂当讲出会疼痛。耶稣对伊的门徒一再提起这件代志，也未到以前，耶稣对伊的门徒安尼讲：
伊将来一定会互人了解，会互人定伫十字架顶。总是伊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通过这项事，伊要讲起，迄要显出上帝的疼痛是啥物？伊要亲就是来买来死去，总是即个买的死，要成做正人的得救，要带来丰盛的活命。保罗伫腓立比书2章6节，有咧引用初代教会的一首诗，这首诗安尼讲。耶稣本为上帝形象，总是无掠甲上帝做平等，伊反倒看无家己，处罗国的形象，诚做人，互人甘愿钉伫迄个十字架顶来死，看无家己。耶稣用这款的方法。对人讲起，人的生命应该爱行的路是啥物？日本的文学家也是一个基督徒，本来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阿里西马塔基罗这个人讲一句话安尼讲，伊讲人的疼是无惜一切对别人抢夺的疼，无惜一切要对别人体的疼，你著爱疼我，你著爱为我做啥物，你著爱服务我。总是上帝的疼，是无惜一切付出的疼，甚至将伊上宝贝付出来拯救人。约翰一书4章8节安尼讲，上帝是疼，因为上帝大心疼咱，咱才知影这个疼是啥物，咱才有法度互相相疼。这款的疼，耶稣的疼，拍碎人的自私，彻底改变人的想法，互人有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互人有新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圣经甲咱讲，这款的疼，催逼咱，强迫咱，互咱爱放弃咱家己，互咱毋是搁为着咱家己来活，是为着听咱的主来活。要对耶稣。咱就爱知影耶稣，这是假是真要紧的真理。耶稣以后，也是耶稣的时代，有真侪人对耶稣的人，也是耶稣以后对耶稣的人，有真侪人知明白耶稣这款的疼，也伫伊的生涯中间，要来回报，要来见证耶稣这款的疼。耶稣要活地的时阵，耶稣有一个真亲密的家庭，这个家庭有3个人，有2个姊妹，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一个小弟叫做拿撒罗。耶稣甲因真亲，常常伫因兜做客。耶稣最后一礼拜到伫马大玛利亚的厝，马大用真贵气的哪搭香油来抹耶稣的骹。用马可福音14章小详的一个记载，这个玛利亚是攻破这个哪搭香油入盘，将这油倒伫耶稣的头顶。不管技术的如何，总是小详这样代志。玛利亚用真非常贵气的，伊上贵，里面上贵气的这香油来抹耶稣，是攻破。迄个玉板，这温度，特别约翰你讲起犹太看对这个代志的时候，大家真不平。讲玛利亚她会做一款浪费财物的代志啊！这个哪搭朋友会当卖足多钱来亲这上香人？伊所做的代志无理性，是浪费。总是耶稣讲，伊所做的代志，是真对的代志。玛利亚所做的代志，人看起来是一个浪费，总是对耶稣来看起，玛利亚是真正用伊的疼来回应耶稣的疼。上帝疼世间人，将伊的囝来赐予这反对伊的人。敌对伊个人，害
害死伊个囝人，上帝听看起来敢是真大的浪费。上帝甘愿做即款的浪费，伊甘愿付出遮尔济，毋望伊所听的人有一日就倒转来。玛利亚敢是安尼？玛利亚知影耶稣的疼是啥物？迄款无比的疼，伊要安怎来回应耶稣的疼？伊只有会当用伊上好的物件来献予耶稣。无即款的疼的人，你无法度去了解玛利亚所做的代志。咱知影真出名迄个苏海泽，苏海泽即个人啊，到非洲去传道做医疗工作的。苏海泽即个苏海泽博士，伊家己安尼的人生的计划，讲起伊到30岁，伊要尽力为着家己读册，准备家己，互伊有够格的实力、能力，后来会当做服侍的工作。所以第30岁结束的时，已经有一个神学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伊嘛是真出名的一个风琴的演奏家，北下这音乐的真权威。人认为讲非常有才华、才调的人。伊讲伊要去非洲做医疗传道，真侪人会感觉讲你是浪费你的才调啊！非洲迄款所大家听有北下的音乐啊，非洲遐个人所需要的，毋是你即款的人，比你即款人较低的人都有法度来应付因的欠缺。失败就甘愿到伫非洲的所在，将伊人生完全投入伫迄个。等于即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是，伊将所有奖金投入伫迄个所在，迄个工作，迄个工作需要真侪钱，无够，伊搁倒转来欧洲来你募款。有一摆有一个记者咧问伊讲是要搭博士啊？你逐摆坐火车的时，我看你拢坐二等车，先好你搭你坐二等车，火车有1等车有2等车，今仔日咱即讲商务车，较有钱的人你坐的车是坐1等车，你即款有身份的人应该去坐1等车才对啊。伊无安尼讲是，你问讲你先啊搭坐2等车，失败就安尼甲因讲，因为即个车无3等车，所以我坐2等车。毋是讲伊无资格，毋是讲伊无钱，总是伊甘愿，伊欠钱，为着要做伊个工作。检察咱就想讲，咱无法度亲像遐敖啦，失败就遐尼伟大，遐尼敖，咱才对会着，咱安怎做，拢无法度真侪亲像伊遐敖的人。问题毋是啥物人敖无敖。一个人伟大无伟大，到底是啥物人咧决定？咱所需要的是人的肯定，人的懊恼，还是上帝的情感？每一个人伫这个世间，拢有无共的一个使命，无共的角色。是摆就嘛，甲咱讲起讲，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蓝目的呢，蓝目的呢，就是伊去非洲服侍的所在。无一个人有相像的一个角色，上帝要咱伫无相像的角色、无相像的工作来发挥你的疼心、你的才调。玛利亚的阿姐马代嘛是真疼耶稣，所以有时当耶稣到伫伊的厝的时阵，有一日马代准备真无用，准备要来款待耶稣。马代一定是真有主家的人，咱看圣经无写真详细，总是咱知马代伊迄款的讲话，伊迄款的做法，知影讲伊是真有主家款待耶稣。所以耶稣来，伊无用，真无用，无用甲伊无法度应。忽然间看耶稣头前玛利亚伫伫遐静静伫听耶稣的教示，马代心内
无欢喜，啊，耶稣不变。我想耶稣，遐读路加，尾仔第10章，尾仔迄个故事，耶稣一定嘛是真感谢马大的服务，耶稣一定嘛是真称赞马大。总是迄个时阵，耶稣爱甲马大讲的一句话是安尼：马大，你毋通甲别个人咧比较，到底什么人较伟大？较受注定，马大，你有你家己的无共的角色，你的小妹会当伫这所在听，我所讲的话是伊的福气。也所在伊的日子已经剩无几日啊，遐，伊毋望会当将伊的假释互讲即个玛利亚知，亲像安尼，人伫即个世间，咱所伫做的。毋是爱人甲咱称赞，真侪掌声甲咱肯定，甲咱学乐，咱才会感觉服侍主真快乐。虽然无人看见咱伫做啥物，虽然无真侪人甲咱学乐称赞，总是咱知影，咱毋望食做一粒米，落伫迄个地里，付出咱所有的，咱甚至。死去咱嘛是甘愿。上帝所爱咱的，就是咱亲像迄一粒米，是咱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付出你的一切，你所会当做去帮助别个人，去服侍别个人。不管上帝爱咱做什么，愿咱每一个人拢会甘愿顺服上帝。所以厝内兄弟姊妹。生命的奥秘，就是在地要安怎样放散；生命的意义，也是在地会晓听人甲别个人分享，会晓听人，知影听是什么人，是最幸福的人；知影甲别个人分享，会晓欢喜帮助人的人，是世间上有喜乐的人。咱做上帝的囝儿，咱无要搁甲上帝做计较。无你讲起上帝，你太祝福我比迄个人较少。无你去问上帝讲，上帝啊，奉献1/10是安怎算的？上帝毋是爱你这款的想法。上帝所爱，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你无对上帝计较，你知上帝所赐予你的恩典，不是教育你用。咱也无要甲别个人比较，比较什么人得到上帝听较济。咱知上帝听我，上帝甘愿为着我付出伊的囝儿的生命。虽然咱知。咱还阁是软弱，咱还阁今仔日真自私，还阁有时干那咧求家己的荣光。总是咱知上帝通过基督的听，今仔日继续伫催逼咱，叫咱莫惊讶。伫即个听的内底，咱爱欢喜付出，欢喜做伊的见证。上帝爱咱自信看耶稣，就是迄个信的起头甲车尾迄个耶稣，看伊的脚步来对伊学习伊听的功课，咱来勇敢对伊心存不变的听，实践上帝所爱咱行的公义，做服侍的工作。咱有一次会体会到中世纪一个圣徒 Francis 所讲的一句话：听人，你才会感受到人的听；好人的人，才会得到欢喜牺牲家己生命的人，才会进入永远的黑暗呀！这个真理，咱
坚心决意对主来行，先甲来祈祷。主爱的上帝，感谢你用超越无比的疼来接纳阮每一个人，来拯救阮。恳求你赦免阮每一个人的骄傲，阮的自私，阮的冷淡。求你用基督的疼来改变阮，除去阮心中济济的惊吓。温天的主，阮愿意将阮家己献作活祭，伫你的祭坛前为你来活。阮来用欢喜的心来服侍别个人。阮是一个卑贱的器躯，求主加添阮的信心、勇气甲能力，互阮一生一世会当活出基督的疼，来荣光你的名。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